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一個打工仔同一個老細嘅分別。做老細咧如果有咩行動咧決定咗，就會嗱嗱先即刻去執行，即刻去做。但調翻轉頭，一般打工仔老細叫佢做嘢咧，佢唔會即刻去做，佢就會將嗰啲嘢咧慢慢拖住，等到最後嗰個階段咧先會去做。因為好多時就話飯店都要做啦，咁唔一定要即刻去做嘅，拖住先都得嘅。但係你如果係做一個老細，如果你決定嗰樣嘢係應該要做嘅，或者係需要做嘅，佢會第一時間去完成嗰個工作。因為你老細咧就有不斷有好多工作要去做，要決定，所以咧佢呢個性格就唔可以拖延。調翻轉打工仔咧就話做又得，唔做又得。做嗰樣嘢對自己工作影響唔係咁大，或者係冇即時影響，所以咧佢心態就話拖得就拖啦先啦，咁辛苦做咩呢？所以好多時打工仔同埋做老細嘅心情性格係好唔同嘅。究竟你自己適唔適合做老細咧？咁你睇自己性格點樣啦？一個猶豫不決啦，就會拖拖拉拉啊，定點樣咧？如果係你而家咁性格咧，我相信你就唔係咁適合做老細。